是有一对双生姊妹叫叶晶甲叶辉，为细汉学音乐，不过因为呢偏乡资源较无够，这咱知影，两人较早拢会伫外地咧学习，伊深深体会到出国学音乐的辛苦，所以讲决定倒来家乡开这个音乐的工作室，希望讲会使互更加侪学生囡仔，更加侪囡仔有这个机会来接触到音乐。 是哦，有一对双生姊妹啊，自细汉对音乐真有兴趣。不过因为偏乡的音乐教育资源真不足，因进前拢伫外地学习，感受到伫外口学音乐的辛苦，决定回来家乡开工作室。会想要投入就是音乐教学，就是希望可能有像四湖偏乡的沿海地区，他们可能有些其实是有天赋及有兴趣的小孩，那可能因此距离的关系，就会因而放弃这样的学习机会，其实是觉得蛮可惜的。两个人分别有无同乐器的专长，除了真深的学习经历，嘛有真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在教学过程当中得到的成就感，让因更加肯定要来教音乐。 希望会使让更加侪偏乡的囡仔有机会接触音乐。其实这中间我们都有很多教学的经验，这样。那其实看到每个不同个性的孩子，那他给的不同的回馈，这中间会有很多的成就感。云林县沿海的艺术教育资源不足，少年人愿意回来家乡投入教育工作真无简单。期待未来4后会出现更加侪优秀的音乐家。